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吴佩珊。内政部推动转型正义，去除威名象征，各县市的中正路是否更名再度浮上台面。民众考虑到更改路名后将造成许多不便，希望政府能将经费花在人民有感的民生交通议题上，把钱花在刀口上。全国各县市都有中正路，光是高雄就有39条。目前内政部与地方政府推动转型正义，去除权威象征，其中677件涉及到中正路路名及蒋介石铜像移除。而民众听到中正路有可能改名，看法又是如何？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个不必要嘛，不必要改这个中正路本来就是这个路名跟什么都没有关系嘛。你改还不是多此一举吗？一定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希望政府是做一些直接跟民生有关的事情，那这些其实对99%的百姓没有什么必要。那就我们百姓来看，如果你强制的把一些意识形态放进去我们生活之中，是蛮痛苦的。其实是有需要了，不要因为一个独裁者把全国的中正路每个县市几乎都有中正路，必要是必要啦，但是这个开销是很大啦。民众大多持反对意见，也有民众支持转型正义，但更改路名也非中央说了算。根据高雄市门牌编定自治条例，更改路名需当地居民1/2联署同意。有关路名的更改那必须要符合我们高雄市门牌编定自治条例来那依据高雄市门牌编定自治条第4条规定，那所有的路名要更改，必须要当地的居民1/2的联署同意，那才会向户政事务所提出改名的建议。有关中正路名的更改那目前为止各户政事务所倒没有接获到民众的这一个建议或者是提议民众考虑更改路名后将造成许多不便，也希望政府将经费花在人民有感的交通议题之上，将钱花在刀口上。对啊，你假如说改的话，住在中山路两旁的，那是不是都要改那个他的住址啊？那这样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习惯也比较好记啊。你有中正路，就是说这个市区，凤山有个中正路，我们就知道这中正路是最热闹的地方。可是当你改了，我就不晓得这条路是不是最热闹的地方。那现在民间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政府去关心跟关怀的，包括民生、交通、物价飞涨等等，所以基本上我们是非常反对的。有关路名的更改，那它牵涉到国民身份证的变动跟户口名簿的变动。另外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国民身份证、户口名簿以外，那所有路名有牵涉到的公司行号的任何的这一个登记证或者任何证，通通要去变更。那一般来讲，比如说以林雅、新兴、前金、盐城的中正1到中正4路来讲，那两旁的公司行号林立，还有这个银行也林立，如果改名的话，有可能要牵涉各项的这一个公司行号的名称、地址都要变更。全国中正路路名更改知识体大。目前内政部邀集专家学者研议更改路名的可行性，若地方经费有困难，内政部也会协助。而民众关心的是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记者潘志光高雄报道。高雄市环保局公告，从今年的6月开始，将对非自来水用户每年征收1128元的垃圾清理费。但此举却引发高雄大树区新田里长的反弹，因为管线未进到区域内，里内有70-80户无法接管自来水。里长说明，只要给他们自来水，要怎么收清理费都没问题。高雄市环保局公告，今年6月开始将对非自来水用户开征垃圾清理费，每户每年收费1128元，总计全市有14728户受到影响。为维持现行废弃物清理体系的正常运作，维护公共卫生与垃圾清运服务品质，故需征收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费。高雄市目前采双轨制征收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费。依用水情形分为自来水用户及非自来水用户。自来水用户以随水征收方式，每度用水加收新台币4.1元的废弃物清除处理费。非自来水用户则以按户征收方式，
每户每年收费新台币1128元。开了水龙头，地下水就像自来水一样涌出。大树区新田里里长对清理费随水征收这项政策大吐苦水。新田里就位在佛光山山脚下，离知名景点这么近，再加上就位在高屏溪取水口，水源丰沛。讽刺的是，却因为自来水管线未进到区域内，至今里内仍有70-80户没有办法享用自来水。咱的政府就讲有厝就有路，有田就有路。啊，阮若有厝有人，你应该就爱水爱有够嘛。高雄市用民生用水，超7-8成拢阮大树的水，拢伫阮遮抽水去互高雄市食。啊，对阮大树人是安怎对待？阮兴电哦，阮兴电车的人，至目前啊，无水来水讲的，起码也够有70-80户啊。过去里长也陈情立委议员，希望能让里内全面接管，结果却是要居民支付高额的管线铺设费。里长说明，若要征收垃圾清理费，请先让他们接管自来水，要怎么收都没问题。阮纳税金，啊，你保护阮，吼，啊，你来照顾阮，这是应该嘛，吼，啊，是不是？拜托咱有关单位吼，反映一下，水征收也好。阮无食水的，你要叫阮搁纳迄条钱，这算无理啦。吼，你着水互阮就纳啊啦。一项随水征收费用，却引发地方大吐苦水，期望政府能重视居民权益，给新田里饮用自来水的权益。记者潘之光、吴佩珊高雄报道。高雄有间中华料理店，主打日本水泽乌龙面，面条 Q 弹有劲，搭配老板自制的麻婆豆腐酱，备受好评。而店内另一项人气招牌肉豆腐，经过铁板炙烧，香气浓郁，入口滑嫩，深受老饕喜爱。高雄有间中华料理店，店家主打的日本水泽乌龙面，以宽厚 Q 弹的口感闻名。店里有着各式口味选择，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老板改良过的麻婆豆腐乌龙面。经过老板无数次研究调整，更加香辣浓郁，搭配绵密豆腐与咸香肉末，辣劲与 Q 弹面条在口中交织，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它有分台湾的乌龙面跟水泽啊，水泽的比较 Q 一点，比较好吃。我一般我可能会点，每次都点水泽，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 Q 的口感。还有那个像是就是四川风味或麻婆的，就我本身比较喜欢吃辣，然后它其实就是对我来说微微辣，但是对一般不吃辣人来说可能就是小辣这样。招牌品项的话，我们辣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熟成麻婆豆腐，那是用我们自己熬制的麻辣底料，然后跟板豆腐下去熬制的。那跟外面比起来的话，我们比较香，比较麻。另一道必点的肉豆腐，制作过程反复耗时，经过味噌炖煮的豆腐与猪肉入味十足。上桌前在铁板炙烧，让香气更加浓郁。也让豆腐边缘有着微微焦香，豆腐与肉片完美吸附汤汁与调味，是店里的灵魂配角。它的豆腐跟那个酱油，还有上面的肉，跟那些柴鱼片，它的味道融合得很好，个人还蛮喜欢的。只是有时候会考量到预算，所以不见得每次都会点。它就是会有菜鱼片，然后它是会拌酱油，会比较有那个特别的香气。我还蛮喜欢它焦香味的那种感觉。配菜的话，就是我们有去日本横滨的中华街，那老板有吃到，那觉得这个口味不错，那特地带回来台湾，稍微有做一些比较偏台湾的口味。对，那我们的话是用板豆腐，然后用味噌炖煮。对，那加上铁板炙烧的话，会有一个焦香味，很香。肉的话，我们也有用味噌下去炖过，所以也会有一种味噌的香甜感。不论是想尝试日式经典，还是探索中华料理的新风貌，这间店都值得亲自走一趟，细细体会那一碗碗用心煮出来的滋味。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高雄市持续推动标线型人行道政策，近年来逐步扩大施作范围，目前已经推进到11公里，但常会与原有的交通习惯产生摩擦，引发民众不同声音，也凸显了交通改革过程中如何兼顾安全与地方需求的难题。不好，真的没有必要，要蛮不方便。因为我常开车来这边嘛，我觉得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啦。人走路比较好啊，还不错啊，这至少有一个通道是行人不用走在7楼，在道路上也是有行驶的那个空间。只要在社区开始推行标线型步道，民众的看法就会像这样子分成两样情。目前高雄市持续推动标线型人行道，已经达到11公里，
今年预计还要持续加码，再延伸2公里。近10年的部分，交通局陆陆续续的推动了11公里多以上的这个标线型人行道。那未来的话，会朝向这个实体化的方式，就是大型道路用实体化的方式，或是停车带的方式来做持续的保护。那今年的部分，其实中央也有列管，至少要再做2公里以上的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像是近期位在大昌一路小巷东的设计，就引起了大量热议。为了给居民和看诊病患安全的行走空间，将汽机车格全部往外推移，让人车可以明确的分流，同时也扩增转角处的标线区，让行人有更多的停等空间，也借此挤压车道宽度，降低车辆转弯进入巷道的车速。但这段标线的宽度大小也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规划这样子的一个停车带来保护的标线型人行道，那让这个巷道从前面15-16米宽到后面只剩下6米宽的这个宽度的差距过大的问题，可以做一些修饰。那前后的道路我们都把它车道做一个适当的限缩，让这个住宅区的车速可以降低。那因为那边还是有一些居民有停车需求，所以就把他们的停车空间放在行人道的外面。那用车子来保护行人的安全，这是一个双赢的做法。那有一些居民可能就会说，那过去都没有这样的做法，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的骑楼，甚至我们的人行道都没有办法被好好的行走，都有一些违规占用的情况。所以我们才会让车道缩减，然后把车道一部分拿来做行人道。这个其实已经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随着今年行人路权意识抬头，是否持续改造道路环境，希望营造出更友善的通行空间？但是每当政策推动时，伴随着就是民众反应不一。最常见的就是与原本当地用路习惯有冲突，如何平衡安全、便利与民意，是一项艰巨的课题。其实我们现在是让大家去习惯走这个人行道，而不是去走车道。因为我们在国外都会有一个好的人行道，下了捷运出了地铁站都会有一个人行空间可以走，所以我们觉得国外走路很安全。但是在台湾大家喜欢骑机车，是因为我们下了捷运站、出了捷运站之后，我们的路不好走，那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习惯的改变过程。那大家会觉得说，车速过快，那我们就必须要让车速变慢。但是我们让车速变慢的时候，大家又会说开车好像不方便。所以大家应该回头过来想说，我们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人行道的推动，它就是改变这个道路的配置，所以说它一定会影响既有的这个使用道路的一个习惯。那我们会在尽量兼顾说这个行人的安全，还有行车基本的一个权益之下的方式，去寻求最好的平衡点，让大家都可以尽量去适应这样新的一个路型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觉得是应该尽力这个行人优先的这种观念的素养应该再提升。但就像是多数的改革政策，初期都会面临争议与适应期，唯有透过不断的沟通与调整，并且从根本教育做起，才能够让城市交通环境真正迈入安全与共荣。记者传军高雄报道。为了疏解台积电完工后带来的车潮，高工局与南科管旅局与高雄市政府将花费156亿，在楠梓区的国道1号新辟匝道与联络道，便利园区直上国道。而联络道在园区东路与高南公路1003巷都会辟匝道口，不止嘉惠园区，也能疏解左营楠梓的车流。台积电 P1 厂即将量产 ，P2 厂预计在今年完工 ，P3 及 P4、P5 厂也都在建设与整地。台积电逐步进入全区整备阶段，因此高雄市政府配合中央推动的高雄楠梓园区连外道路也进入都市计划公告阶段。未来国道1号将由高工局在楠梓区新辟南北匝道，由高雄市政府代办衔接的联络道长1.3公里，以高架方式经过台糖土地与高南公路1003巷，在未来的园区东路往南后，最终在园区东路的南端落地。那我们新工处会开辟的联络道部分是大概1.3公里左右，那它会延续着到高南公路1003巷，会有一个南下北上的匝道，一直下到台线，让继续往前走，会跨过现在的台铁的那高度。那接下来一直在往上，一直延续到园区东路。
工程虽是为了解决台积电厂区交通问题，但并非园区专属。除了最终端点的园区东路可上下匝道，在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也有一处匝道口。我们也不希望说它是for那个园区的专属的联络道而已，而是我们可以透过那个现有的那个台一线的部分，就是金属工业园区金属中心这边，让那个民众他可以南下北上的这边的那个南子的交流道的部分，它可以有第二个选择，可以在那个金属园中心这边，它就可以选择直接上这条新增的匝道，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连续到我们的南子匝道南子交流道的部分。整体工程预计花费约156亿元。高雄市议员黄文智叮嘱，工程匝道应与目前的南子交流道有所区隔，不要形成交织，也期盼工程完工后能疏解左营南子区的拥塞车潮。但是我想还是要提醒高工局未来的这个匝道的，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这个出口最好不要再跟目前既有的匝道有一些交织的状况。我想，如果还是有产生交织的状况，还是一样会造成这个车辆的回堵。我想，这个联络到未来也可以让整个右昌地区或是整个左营地区另外一个管道可以来进入高速公路，也是另外一个更来疏解地方的车流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未来高南公路1003巷将拓宽至30公尺，同时架设高架桥体，整体工程预计在117年底完工。记者魏国庆、吴佩珊高雄报道。端午节一般都会吃粽子应景，不过您可能不知道，台南安平在早期吃粽子之前，都会吃一种独一无二的小吃，叫做煎堆。历史可以追溯到郑成功时期。不过，因为制作煎堆很费工，所以已经渐渐失传。现在只剩安平区平安里长蔡成阿力会配合安平区公所的端午节活动，一年只做一次，让大家品尝。现在就带您来看看煎堆到底是什么模样。配合安平区公所端午节关怀弱势的爱心行动，这群平安里志工正忙着在准备古早味小吃，要来招待大家。在煎锅上面吱吱作响的，正是今天的主角煎锤。听说历史得追溯到郑成功时期。煎堆，这伫300几年前吼，郑成功带兵来到台湾的时阵，迄个时阵这边无啥物人食，因为阮这是海口，海口吼就是简单结合地方的民情做煎堆，迄时阵拢有这当兵的吃，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阮安平人哥，尤其阮里长做了最好食，所以若有机会食到阮里长做煎堆你会回味无穷呢。为了担心这项古早味消失，安平区平安里长蔡成阿力表示，虽然老一辈工序都很繁杂，光糯米就得浸泡4小时后研磨成浆，再静置整晚待水分沥干。不过他很开心传承，强调都是原味，没有加入化学物质。古早味咱较早的人较实在，伊的物件都是拢咱照咱较早的人安尼做，无像即摆加迄个防腐剂啦，啥物剂拢无，这拢原味的。会当讲甲咱较早的代志延续落来还会当教人大家要做毋是大家若爱食就该做。在志工的齐心协力之下，这道有台湾第一吃美称的煎锤被煎得金黄透亮，就准备盒装带有缘人一起来品尝。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由台南基本款协会推行的好喝是基本下午茶台语菜单计划，获得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支持，由在地一间咖啡店推出台语菜单，引起不少青少年族群好奇，愿意更进一步亲近本土语言。位在台南市南区盐埕这栋日式建筑，原本是台盐台南盐埕厂务所，后来经过修复成为盐埕古迹景点，里面陈设厨保有原日本风格，加上过去菜单还有中日文对照，一直到后来遇到台南基本款协会推动台语菜单计划，也让不太会说台语的年轻老板加入，
因为其实我不太会说台语，我没有在台语的环境下长大，那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那时候台南基本款来找我们，他就是帮我们改我们的菜单，把它分成台语文的版本。那其实贴在墙上之后，很多客人一走进来都会先看那份菜单，然后说就开始想要念，说原来这个咖啡是这样念，然后可能布丁是这样念，然后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就会借由这样去跟客人了解说，他们会不会讲台语？可能有些程度其实跟我一样，就是很初学者。然后有些可能他们说，不对，这个我们小时候念是什么？他就会跟我分享他们小时候的经验，跟他们爸爸妈妈怎么用那些台语的词。所以也会发现说，其实不同的地区跟不同年纪，他们用台语的词汇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应该是需要好好保存下来跟好好传承的。这项计划由一群志同道合年轻朋友组成，透过台南基本款协会执行的好喝是基本下午茶台语菜单推广计划，也获得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支持，希望将本土语言落实在生活当中。因为觉得台南其实是一个台语使用比例很高的一个城市，然后也非常的有台湾意识，所以很希望可以在台南这边透过台语菜单这样的方式，然后跟生活来去做一个很活泼的连结，然后让大家可以对本土语言就是可以在平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更多的使用，然后也可以一起来重视本土语言这样的议题。目前台南基本款协会透过季刊发行，一方面推广本土语言，另外也主动发掘台南在地议题，如这期介绍就是台语、老屋与咖啡，加上店家推出散步地图，看得出年轻族群对这块土地周遭爱护与重视。记者林文跟台南报道。长期关注动物平权的眼镜品牌，日前在台南安平宠物运动公园举办为期2天的毛孩音乐市集，结合宠物互动体验、音乐表演和野餐市集3大元素，邀请知名歌手开唱，吸引不少民众前往参加。我还是爱着你，你还说得出理。人气歌手萧秉治、蔡明佑等10多组超强卡司接连开唱，炒热安平宠物运动公园的气氛。金曲歌后艾怡良更是压轴登场，带来经典歌曲。身为狗奴的她，看到现场好多毛小孩在草地上，忍不住大呼超可爱。不过也呼吁这件事不要用钱来衡量一个动物，一个这么宝贝的动物。像我跟 Pepper 就是这样见一面，我们就一辈子黏在一起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你灵魂的伴侣，我们可以用领养来代替购买。日本知名的眼镜品牌长期关注动物平权议题，特别结合音乐表演和野餐市集，举办专属于毛小孩的户外飨宴，还有一系列的人宠互动课程，包括如何训练、按摩体验等等，吸引不少饲主带着自家的狗狗前来玩耍。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牵着爱犬黑妞惊喜现身，跟毛孩一起相处，不管是喵星人、汪星人，我们都希望说它是我们最好的陪伴。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爱护它，但最重要的，我们能够领养它。以领养代替购买。动物平权这件事情，其实在国外、在台湾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说，在台湾可以推动这样动物平权的理念，就是借由说音乐会，然后市集，所以宠物可以主人可以带着宠物在一起来这边一起享受音乐季，然后宠物也可以享受跟人类同样的一个权利。品牌还特别在宠物公园打造日式茶屋以及祈福绘马墙，写下所有对台南毛小孩的祝福。现场还搬来10公尺高的吉祥物行阿喵，期盼能够成为全台最友善的动物城市。记者双环台的报道。为了鼓励全民培养规律运动的生活习惯，提升健康意识，台南市政府特别推出114年台南运动健康照护计划，
以爱力健康为口号，由市长黄伟哲亲自号召市民一起动起来，让运动融入日常生活，迈向健康幸福。美食之都台南满城皆好料，但也被盛名所累，曾经有过6都最胖的称号。台南市从那时起便积极打造运动城市，鼓励男女老幼的全龄化运动，让市民养成运动好习惯。2022年、2023年的时候，那个好像有一次我们被说是6都里面最肥胖的城市。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其实会吗？我们看街头巷尾，其实市民朋友们都蛮苗条的。不过媒体既然有这么说，我们就是要下定决心来改进。那改进的话，就是希望推动我们市民朋友多运动。其实运动有分两种，体育有分两种，一种是顶尖拔尖的最高的这种竞技类型的，另外一种是全民运动类型的，希望全民都能养成运动的习惯。为鼓励更多民众养成运动习惯，台南市现在透过科技结合运动，推出台南运动健康护照计划，并导入 Joy Sports App， 让市民随时随地参与各项健康任务，不论是步行、跑步、量测血压体重，甚至是旅游运动踩点，都可以累积点数兑换好礼。我们今年健康护照主要主打的是第二种，也就是希望说各位好朋友能够常常运动，不仅是自己运动，还要拉着家人一起运动。那让运动可以不仅是得到健康，也得到家庭的和乐，也得到更好融洽的亲子关系。因此呢，我们不仅是在球类活动，或者是这个跑步啦、田径类的活动，甚至水上活动，都希望说能够有这个运动健康护照的元素加入。用意是用一点小小的奖励鼓励，希望大家能够养成健康的习惯，运动的习惯。体育局表示，市民朋友要把握这个健康行动的好机会，赶紧下载 Joy Sport App， 完成注册后参加114年台南运动健康护照。依指示完成报名程序，并将个人居住地设定为台南市，即可参与后续所有的精彩活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今年是陈澄波诞辰130周年纪念，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与陈澄波文化基金会合作推出写生的故事特展，跳脱以往悲情的角度，从家庭做切入点，展出100件作品，更首次公开陈澄波12封手写遗书以及遗体玻璃底片。画中呈现出一家5口和乐融融的日常生活。这幅是陈澄波于1931年所画，翻转政治的刻板印象。台史博展览以写生为核心概念，包括陈澄波遗书、受害衣物、遗照玻璃底片等重要文物，是少见的完整展出。那是为张姐、陈澄波跟陈家人的这个守护的这个故事哈，那从他们的各种文物里面来呈现一个时代的风景。伫咧2020年的时阵，因为陈澄波先生过身去吼，整理伊的遗物的时阵，则伫咧伊的房间的壁顶的一个坑吼，一个相坑内底，本来要遐角的吼，要单调的物件，要去找，才找到讲，内底原来还有底片加相片。这回由死到生分成6大主题，总共有110件作品，其中除了以油画、速写、胶彩画等紧扣家庭的情感层面，还有凸显妻子张杰所守护的物件，更还原当时如何保留文物的狭小阁楼。我阿嬷张杰，她藏画，就是其实她藏的不只是画哈，她收藏的地方，那个不到10平地的地方，居然可以藏上万件的作品跟文物。它可以避免虫害，它可以避免漏水，它可以避免常年的情绪不安。今年是陈澄波诞辰130周年，这档写生的故事特展揭示了陈澄波精彩且充满生命力的一生，以及身为艺术家幽默风趣、积极贡献于社会的一面。记者孙怀谈的报道。镜头看到新北迎接端午佳节，板桥区长陈其正特别邀请世壮运练球冠军和歌山市井上直树议员一起来体验包粽子文化，用实际行动进行台日友好文化交流。就让我们带着镜头一起来看看。
下周就是端午节，板桥区公所近日特别举办2025板桥庆端午一起包粽送爱心活动。区长陈其正也特别邀请2025世壮运链球冠军和歌山市井上直树议员与126位里长及300位志工，在端午节前共同体验台湾的包粽文化。这次包粽活动也安排举办包粽王趣味竞赛，共分为女子组、男子组与里长组，一起来超级比一比，谁包的时间最快，粽型最美。期望透过端午节家人朋友欢聚的时刻，不但可以包粽做爱心，也可以让民间关心性别平等的议题。板桥区长陈其正表示，非常欢迎和歌山市井上直树议员一起来体验台湾的端午节文化，希望让他有个难忘的台湾之旅。那我们知道这1年1度的这个端午佳节即将来到那我们板桥区公所特别在端午佳节前夕邀请我们在地的立委议员还有我们所有的里长一起来举行这个包粽的一个活动。那此外等一下还会有一个神秘嘉宾从日本和歌山来的一个井上直树议员他这次来参加我们2025的世壮运比赛，那也荣获的链球的冠军那等一下也要跟大家一起体验我们台湾的包粽活动。和歌山市议员井上直树也感谢区长的邀请，指出活动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第一次体验，非常新奇。拿到包粽王第1名的荣耀，甚至比他拿到世壮运链球金牌还要开心。嬉しいです。一进门我就因为他刚在世壮运拿到那个铁饼的冠军，所以他今天在这边包粽子又拿到冠军，他比拿到铁饼冠军还要高兴。初めてですので、板橋区の市民の皆さん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これだけ皆さんと楽しくやってることはすごい素晴らしいことで、それは陳区長の人望でもありますので、そこに参加できたことは本当に光栄であり楽しく過ご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他说，因为这包粽子的经验对他来讲是第一次，然后就是板桥区公所的里民，然后还有市民，大家聚集在这边，然后因为陈区长的关系举办这个活动，他是陈区长邀请来的，所以他非常的开心，而且很兴奋，因为是第一次的体验。板桥区公所表示，板桥区从101年起连续14年举办爱心粽慈善公益活动，每颗爱心粽都蕴藏着社会的爱心，借由公所搭起的慈善公益的桥梁，整合民间资源，照顾弱势族群，期盼让社会多一份正向能量，共创一个让市民安心的宜居城市。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新北市日前举办113学年度适性生涯技艺领航表扬活动，表扬在技艺教育领域表现杰出共400位师生，由新北教育局长张明文亲自出席颁奖，肯定各级学校在推动技职教育上的努力与成果。新北市周一举办113学年适性生涯技艺领航表扬活动，由新北教育局长张明文亲自颁奖，表扬技艺领域表现卓越的学生、各项技艺竞赛得奖者及长期深耕技职教育的绩优教师。其中，重庆国中9年级的陈同学就特别感谢这一路上帮助过他的家人、师长和同学，期盼在未来能在自己喜欢的设计领域中继续享受学习的乐趣。这个比赛我在蛮久之前就开始准备了，然后也很感谢志光的老师一直教我一些东西，然后以及其他的老师有提醒我一些，然后这个比赛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应该都要感谢老师。还有我的家人，我应该会去设计科这个部分发展。正德国中校长黄义进也表示，新北市有16座职探中心，从国小引导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学校全力支持学生做他们喜欢想做的事，努力为学生搭建展现天赋的舞台。新北市最近长期发展适性发展，那也是长期致力于推动下发展教育跟技职教育。但其实我们新北市有16所职探中心，所以从国小开始就致力于发展他们的兴趣、性向跟专长。那到了国中以后，我觉得，身为师长的应该支持他们，就是做他们喜欢做的，做他们想要做的，然后让他们创造多一点的机会跟自信的舞台。我觉得身为师长都非常开心，孩子有这样的舞台表现。校长黄义进也特别指出，正德国中本身也具有工业类的职探中心，
这次技艺竞赛也拿下7面金牌，共有46个同学获奖的好成绩。学校也鼓励孩子们能多元发展，期盼未来升上高中后有更好的前途。正德国中也有职弹中心，本部是工业类，然后学校是花艺农业类。那其实我们今年在技艺竞赛里面，总共我们孩子非常优秀，拿了7面的金牌，46个获奖的同学。那我想鼓励孩子多元发展。如果他们有兴趣有专长，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在他们喜欢的领域上自己去发展。那其实真的小孩子非常棒。那我觉得只要鼓励这些小孩，他们肯努力，我相信他们之后升上技高都会有很好的发展。新北教育局表示，新北市致力打造多元适性的学习环境，每年提供超过4万人参与国中技艺班、多元社团、新兴产业试探活动及寒暑假娱乐营等活动，引导学生探索兴趣、发展潜能。今年国中小暑假适性职探娱乐营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国小高年级至国中学生踊跃参加。详情可到新北市中小寒暑期娱乐营报名网站查询。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桃园市政府新闻处携手中嘉宽屏北建，前往偏乡学校举办媒体识读宣讲活动。22号来到新屋区的社子国小，不仅教小朋友们如何分辨真假讯息，也让他们亲自体验记者的采访与摄影工作，同时预告113年桃园市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暑期活动，欢迎对新闻产业有兴趣的同学踊跃报名。OK， 有看出来他在干嘛吗？比中指。比中指。好，那为什么他会比中指？讲师透过实例图片，让小朋友们了解事件的多面向以及查证的重要性。在人手一机的世代，大量讯息在网络世界中快速流动，造成资讯混乱、真假难辨。因此，桃园市政府新闻处携手中嘉宽屏北建，来到新屋区社子国小举办媒体识读宣讲活动，不仅教小朋友们如何分辨真假讯息，也让他们亲身体验记者的采访跟摄影工作。就是可以，就是背景会假的，有些是假的，有些是真的。从镜头使用到剪辑实作，还能坐上主播台报新闻。桃园市政府举办的有线电视媒体营，让社子国小学生亲身体验新闻制作的每个环节。活动中还让孩子们亲身挑战小记者 stand 以及认识摄影机，这样难得的机会让他们都好开心。也有同学体验用摄影机直呼机器真的很重，可是非常好玩。好玩。那你觉得好玩在哪边？你觉得？我们可以有互动，然后体验记者的感觉。是念的人，就是念题目的人不用照，然后麦克风要朝着录影的地方。社子国小教导主任张立仁表示，小朋友对世界非常有探索欲，在资讯爆炸的时代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都很喜欢透过网络媒体认识世界，因此媒体识读观念非常重要。很感谢中嘉宽屏北建来到学校给小朋友们宣讲，他们还能亲自接触摄影机，体验记者工作，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因为他会主动的去接触，所以要教导他们所谓有关媒体识读的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是在整个课堂的过程当中，然后让小孩子知道，哪一个东西应该是真的，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了解。当然也透过这次的活动里面，小孩子他对这些机器他是非常非常好奇的，他也许可能小孩子一辈子长大，没有什么机会拿到这样子的麦克风，或是面对这样子的摄影机，对，所以这些东西的体验对他们来说，就是增加他们很多生活上的经验，那对他们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也一样感谢我们北建股份有限公司，北建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对，然后让孩子有这样子体验的机会，那这对孩子一辈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嘉宽屏北建身为在地媒体，深耕桃园超过20年，平时除了举办公益活动，也积极深入社区跟学校举办媒体识读讲座，透过浅显易懂的课程，让同学们学习分辨假讯息的方法。114年桃园市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暑期活动已经开跑，鼓励对新闻产业有兴趣的同学们报名参加，进一步认识媒体新世界。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中和华新街上有许多异国美食，元宝奶茶就是人气店家之一，主打南洋美食及饮品，像是新加坡奶茶、缅式咖啡、各式千层饼、甩饼等。
其中最有趣的是榴莲风味系列餐点饮品。如今他们在板新路上开了新的分店，提供中和民众早午餐更多的选择。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位于中和板新路上的元宝奶茶店，凭借着道地的亚洲风味料理与香浓滑顺的招牌缅甸拉茶，逐渐成为在地饕客心中的早午餐首选。每到用餐时段，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等候品尝甩饼、吐司与千层饼的顾客络绎不绝。其中一杯拉茶更是不可或缺的人气饮品。老板是缅甸华侨，2013年起便在中和华新街以推广南洋美食为初衷，贩售缅甸拉茶、咖啡、千层饼、甩饼等道地餐点，甚至推出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榴莲风味料理及饮品。如今元宝奶茶于板新路开设分店，将这股来自南洋的饮食风潮持续延烧，也为中和地区的早午餐市场注入新的选择。我们是比较属于印度、缅甸跟新马的那种异国风味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异国风味料理的。从就是2013年开始，从中和区的华新街那边开一家总店，那现在是去年11月开始，就是开始分店，就是开始把装潢把那些就是把再整齐弄一点，再舒适一点，咖啡厅风格的就是异国风味的一个店面。我是比较想要推广，就是让台湾这边大家知道缅甸的文化，或者是新马的那种，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那种文化，就是早餐跟那个就是异国风味的组合嘛，想要推广到台湾的市场。元宝奶茶店的老板表示，希望透过一道道熟悉的味道，把缅甸的家乡记忆带来台湾，也让更多人认识缅甸的料理文化。除了推荐招牌的缅甸拉茶外，榴莲甩饼与千层饼也都是店内热销的招牌，深受本地与外籍顾客的喜爱。自己也是一个缅甸华侨，所以这个就是这些食物，缅甸当地也是有，所以想说自己去研发一下，就是当地的口感跟台湾的口感，就是要去调整好，去研发这大家接受的口感。我们招牌拉茶是我们独特自己进口的茶叶去冲泡，然后再搭配就是炼乳奶水，那我们不会加任何的蔗糖的东西。那冲泡的过程也是比较独特的方法，它是应该是空气去结合它，把它的那个拉茶的口感比较绵密。如果敢吃榴莲的话，那个榴莲风味的大家都还蛮多人喜欢的。那如果今天不吃榴莲的，那芭蕉甩饼也是还蛮多人点的。对，那我个人比较推荐是也有千层饼，这是我们手工打出来的，就是饼。那它饼就比较外脆内软，那它搭配炼乳，它是比较基本的口感。这个是小朋友啊、大人都会下午茶或早餐都比较适合，我也蛮推荐这个。而在奶茶店用餐的客群多元，包含台湾民众与来台就学的缅甸留学生。不少顾客就表示，每一道餐点都让人惊喜，味道新鲜又层次丰富，下次一定还会再来。这次我要吃那个榴莲饼，录音你不来的，别了。对，那还要喝什么？奶茶，缅甸奶茶的，我喜欢的。家都是喜欢的那个缅甸那个吃早餐的。就是刚好住在附近经过，然后想说对新马的料理还算蛮有兴趣的，所以就刚好走进来，就顺便吃一下。今天点的，我想吃吃看他们的卡亚 toast， 就是因为在卡亚酱在台湾不太好买，对，然后还有吃他们的那个新加坡啊，这是卡亚 toast， 这是新加坡吐司，然后还有附他的那个水波蛋，对，然后还有他们的拉茶，好像是他们的招牌这样。随着中和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区域，像元宝奶茶这样融合异国风味与地方情感的特色餐饮，也成为推动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让人们在一杯拉茶、一份甩饼中，不只吃到满足，更感受到文化的温度与故事。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端午节前是北部蜂蜜采收的高峰期，不过农友却是笑不出来，因为去年底寒害造成蜜蜂大量死亡，加上气候异常，今年春天开花率延后，使得蜜蜂无蜜可采。
7堵农友都还没有开始采收。农友说，今年是10年以来最慢的一次。接下来梅雨还有台风季快来，对于采蜜可能会雪上加霜。2/3哈。打开蜂箱，原本满满的蜂巢只剩下一半，实际拿起来看，蜜蜂数量只有几千只，和过去采收时蜂箱有上万只的蜜蜂，数量差距很大。在我这10-20年来，还没有经过说蜜蜂消失的这么快，消失的这么惨。因为在那个去年，天气还没有很冷的时候，我都是满箱啊，整箱都是满的。到天气冷的话，它蛋还是继续生，但是蜜蜂就是一直被冷死。有一点，只有角落，整片的蜂巢上只有边角已经有蜂蜡，蜂蜜产量不多，主要是去年冬天北部遇上寒害。加上今年春天开花期比较晚，以往北部地区在端午节前就要采收完蜂蜜，今年连一次都还没有采收。以前都是端午节前我们就把蜜全部采光了，那时候有再进来的蜜就是留下来给它吃的，就不能再采它了，因为接下去的话蜜源越来越少，所以要给蜜蜂吃。但是差不多这10几年来以前有遇过一次的话是比较慢，但是没有像这次这么全熟。进入了春蜜采收期，7堵马铃山区的蜂农却笑不出来，担心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快来，对于今年的蜂蜜采收没有太大期待。要看花如果是持续开的话，慢的话有开很多的话采蜜是不会减很少，但是蜜蜂的量剩下一半，就是采蜜就只有剩下一半而已。基隆马林地区10年来头一次遇到端午节前没有蜂蜜可采，只能说气候变迁之下，蜂农心态也跟着调整，今年的蜂蜜产量势必会大减。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2025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登场，参展厂商较去年成长近40%，达350家。而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也以台北 Papago Party All the Time 为主题设台北馆，邀请品牌业者推出限定优惠与精美赠品，欢迎民众到台北来玩。台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台北欢迎你！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登场，其中台北馆以8家品牌业者推出限定优惠与精美赠品，结合运动观光、美食文化与城市永续等概念，加上世壮运浪潮。开幕当天也邀请奥运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与妈妈何千金分享参与世壮运心路历程，邀请民众来台北游玩。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台北欢迎你！我们这次春天酒店呢特别为这个 TTE 有搭配，就是泡汤加早餐。那这个是比较特惠的价钱，就是629，而且我们早餐券如果你们不使用的话，还可以换成露天风旅，等于说2张泡汤券只要629，一张只要300多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那另外我们还有1博205399，这个支卖的也非常不错。这是缺课的部分呢，推出了蛮好的一个就是会员的系统，要跟大家做分享。那这个会员系统呢，它通用全台52个馆别，然后并且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做到6月底有一个加码的活动，它是可以一进来就可以住给200点，200点等于200元的现金，还可以送你延退1小时的一个券。适逢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蛋黄季，透过展览、水巡市集、演出、讲座，让大家轻松认识、体会信仰传承的力量，以及大稻埕特色产业。多元文化在台北汇聚，形成好玩又有深度的文化旅程，邀请民众一探究竟。那这一次呢，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是以台北 Papago Party All the Time 为主题，去设计了这个结合运动、文化美食，还有城市永续理念的台北馆。那也邀请了很多台北的在地的优秀的品牌跟业者一起参展。那希望呢，就是可以邀请民众一起来台北来一场热血的运动之旅。那更重要的是呢，现在也要一起来台北。到这个2025双北世壮运的赛事现场为选手加油。那就如大家所知道的，现在世壮运的赛事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特别邀请到了奥运的跆拳道的铜牌得主罗嘉玲跟她的妈妈何
女士呢，这次也是世壮运的跆拳道的选手。等一下呢，她会跟我们分享她参加世壮运的一些备赛的心得感想，那也会跟我们分享台北很多的好吃好玩的一些私房的景点。最近呢，英国伦敦的幸福研究社公布了最新的2025幸福城市指数，台北市呢也超过了东京、还有洛杉矶等等的这样的城市，跃升到全球的第8名。那这个也显示了台北市有很丰厚的观光资源、文化底蕴，那也受到国际的肯定。台北市呢，近年来也非常努力在打造一个可以结合运动、观光还有城市经济的多元的平台。像是最新这个全新开幕的这个大巨蛋呢，就是现在也是台北的一个重要的地标跟一个特色。那我们这次台北馆呢，也特别打造了一个大巨蛋的沉浸式体验。那希望呢，可以让民众在逛展之余，也可以体会到这个棒球的热血赛事。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的参与。那也欢迎大家在展览的期间可以多来台北馆逛逛。那也不要忘记能够领取这些限定的优惠，一起能够感受到台北丰厚的活力跟热情。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这次参展厂商较去年成长近40%，达350家，汇聚全球观光力量、8国海外单位、50大旅行社、地方精致旅宿业者，全台20个中央单位及县市政府共襄盛举，预估带来30万观展人潮，创造亿万商机。记者温俊台北报道。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邀请远见人文进驻基隆塔4楼之后，进化版的远见人文空间全新开幕，结合蔬食餐点、草本料理、在地选物、精选书籍和城市风景的多感官文化空间。基隆市长谢国良欢迎民众以及游客多来参观和消费。男生唱，女生准备，女生唱。在三线琴演奏家曾建玉带动下，包括市长谢国良、市政府文化观光局长江庭梅、市议员陈冠宇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秘书和远见杂志社长杨玛丽和所有参展的协力厂商等人一起开心庆祝2.0版远见人文空间渊全新开幕。2、1，请放入远见人文空间渊全新开幕，是一起好。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邀请远见人文进驻基隆塔4楼之后再进化。2.0版的远见人文空间渊全新开幕，结合蔬食餐点、草本调理的各式精油、在地选物、精选书籍以及咖啡和琴酒等城市风景的多感官文化空间。基隆市长谢国良欢迎民众以及游客们多来基隆塔参观和消费。我们远见人文空间现在迈入了2.0，就是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渊。那我们今天看了也是蛮感动的。那第一阶段我们是认为说，把基隆塔这样的空间变成书香城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香据点。那所以有跟远见人文空间合作。那它的第2阶段渊看起来有一些轻食，有一些酿造，然后有一些基隆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特色，然后还有一些餐饮。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那最主要是也可以让大家来基隆塔眺望整个基隆风景的时候呢，能够有更多的消费哈，这也是我一直鼓励的，就是来到基隆要多消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质感的，我也是鼓励，无论是本市的朋友还是各县市的朋友，欢迎多来这边走走看看，享受基隆塔跟基隆的风景的同时，也可以喝一些有特色的一些蒸馏酒，还有一些基隆的特色餐饮。除了气味之外，我们记得这一次呢，终于加上了咖啡香而且不只有咖啡香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创产品所以也结合了12家的文创产品
都可以在这里展示以及销售。刚刚市长已经讲了，还要多掏钱哈，多支持哈。所以呢，大家来这里呢，除了这个可以看书，真的是很有这个品味的一个休闲生活之外，还可以支持很多的地方创生的一些团队哦，真的是一个很有多重价值的一个目的的一个我们的约这一个远见人文空间在基隆。现场也摆设琴酒蒸馏机，让参观的民众可以实际了解整个蒸馏过程。市长谢国良也亲自为2.0版远见人文空间渊现场蒸馏出来的第一瓶纪念酒贴上标签，庆贺全新开幕。也参观同样摆设在现场的花草纯露蒸馏机，了解草本纯露精油的制作。参展的厂商更设计出代表基隆味道的各式香气喷雾，欢迎大家来体验。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基隆港边的国门广场有一场撼动之星创意健美走秀赛，20多位的参赛者在港边舞台上自由展现健美体态，让不少路过的民众忍不住驻足观赏。主办单位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活动，呼吁年轻人用健身运动释放活力。那么他有协力的外表，也有一个强壮的身躯啊。健美参赛者穿上比基尼，在红毯上走秀，随着音乐舞动身体，展现强健体态。一边来帮助他人，晚上呢也帮助。健美走秀，每位选手展现自信。其中这一位女选手郭心瑜，白天是一位护理师，从5年前开始参加健美健身，就乐在其中。瘦你要精实，所以就是这个观念很重要的是，如果只是肌肉很少、脂肪很少，那它可能会瘦得不健康。但是如果你是肌肉跟脂肪是匀称的状态下，你会有打造很好的比例，而且身心都会是健康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健身很重要一块是，就是我们在30岁之后肌肉会下降，但是就是你借由健身，然后去打造肌肉，你会创造出更好的体态跟身体状况。20多位参赛者在国门广场展现肌肉的线条，让不少民众驻足围观。主办单位护国城隍庙希望透过走秀，呼吁年轻人用健身运动来释放活动，就是推广反毒跟最近很夯的反诈骗。那我们发现，其实诈骗在台湾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希望借由我们的一些能力，希望办一场这样子的健身活动，鼓励我们年轻人，甚至我们看到很多长辈出来运动，然后健康的运动，然后一起来推广反诈骗，让更多民众看到我们的活动，能够跟我们一起把诈骗推掉。身为是一名选手，然后看到这一次有比较好玩的比赛，想说身为基隆人就来参加。然后它舞台很别于一般的正规比赛，它是在港边，所以我觉得很贴近民情的感觉。对，所以身为基隆人就一定要来。觉得就是要坚持不放弃，就是不要是在中途就放弃，因为其实这段过程是的确很艰辛的。那但是就是自己坚持下去，不用说要很厉害才要就开始，但是你要试着先开始，才慢慢越来越好这样。基隆首次在港边举办健美走秀，还特别邀请到台湾健美运动的始祖，也就是人称的大象教练尤瑞荣担任比赛评审。那我们能够在这一次的活动，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年轻人还有喜欢爱好运动的人，能够越来越能够来提倡这个健美的运动，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响应的往健康的方向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运动的活动来提倡。除了宣导健美运动之外，护国城隍庙也结合了剧毒反诈骗宣导，希望透过这次活动带动民众喜欢运动、习惯运动的风气。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吴佩珊，我们下次再会。